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真欢喜，咱会当搁一摆来到读圣册部文字这个节目。阮主要有这个节目是要帮助咱，互咱会当透过新版的台语圣经做伙来学台语。所以伫这个节目内面，我会邀请一个特别来宾来读圣经，咱会当做伙来学习。所以真欢喜，咱今仔日搁邀请到信如来伫咱的中间。好，大家好，搁见面啊！我是信如。咱今仔日要做伙读的所在是马可福音第1章第9节到15节。如果你手内底有圣经，你会当缀阮做伙来读哦。来，咱请信如来读。过无几日，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伫约旦河对约翰领受洗礼。耶稣一日对水里起来，就看见天离开，圣神亲像粉鸟降落伫伊身上，佮对天有声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你我真意爱。”多谢，咱头拄读的是第9节到11节，有几个所在咱会当特别来学习。第一个是离开。离开。好，这个字咱会当大家人三注意一下。过来有另外一个字叫做婚教。婚教。咱知影婚教是啥物无？鸽子哦，婚教。婚教。佫有一个所在咱嘛要注意是降落伫伊身上。身上。好，另外一字是意爱。意爱。我就爱一个物件，我就意爱，所以大家人会当做伙伫遮来学习。好，咱请信如会当继续读落去。圣神随时催迫耶稣去旷野，伊伫旷野40日受撒旦试探，伊一直拢甲野兽做伙，毋久。有天使在甲因侍候。好，咱头拄有听到小可读无啥准的所在，就是试探。试探。咱特别注意一下，因为中文是试探，所以有当时咱有可能读对试探，但毋对，是试探。试探。佮刷来有一个字叫做天使。天使。天使，对，飞伫空中的天使。佫有一字是侍候。侍候。我甲你侍候。好，咱会当佫继续落去14节到15节。约翰上惊了后，耶稣去加利利宣扬上帝的福音，讲时机到啊，上帝的主权就要实现啦，就悔改信福音。好，有几个所在咱会当三注意，头一个是受掠。受掠。头拄读做受惊，毋是是受掠。受掠。互人掠去吼。过来有一字是时机。时机。时机，中文是时机，时机。主权。主权。这字咱会当做伙来学习，因为我相信大家若是看迄个竞选活动，拢会听到有人咧讲台湾的主权吼，所以主权。主权。好，真感谢信如，咱今仔日对第9节读到15节，感谢信如会当带咱做伙来学习台语，感谢信如。感谢牧师，感谢大家。好，咱同款感谢少年人今仔日会当替咱读台语。毋过我相信，阮幼园还佫有做无够业的所在，所以同款咱会邀请台语老师来读正确的第1章第9节到15节，互咱听看卖。咱来欢迎苏牧师娘。马可福音第1章第9节，耶稣领受洗礼。过无几日。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伫约旦河对约翰领受洗礼。耶稣一日对水里起来，就看见天裂开，圣神亲像粉鸟降落伫伊身上，佮对天有声讲：
你是我所疼的囝，你我真意爱。马可福音第1章12节，耶稣受试探，圣神随时催逼耶稣去旷野。伊伫旷野40日久受撒旦试探，伊一直拢甲野兽做伙，毋久有天使伫甲伊侍候。马可福音第1章14节，约翰受了了后，耶稣去加利利宣扬上帝的福音，讲。时机到啊！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啦，着悔改信福音。感谢大家，阮的第1集出版了后，有受到足侪观众朋友给阮真好的建议。大家问我一个问题，无说为虾米这个节目叫做读圣册部文字呢？我爱做一个解释。读圣册是伫日本时代会去用的圣册，就是迄个时阵所讲的圣经吼。所以读圣册部文字，那亲像咱咧学习台语的过程中间，那亲像咧步共款，慢慢咱练习，甲伊读了较顺利。所以这就是咱这个节目叫做读圣册部文字的原因。咱若是有搁较侪建议，欢迎点伫留言的所在，互阮知影。阮会愈来愈进步，也是你有想要做阮的特别来宾，也欢迎你家己来报名，好无？欢迎大家咱做伙，互台语愈来愈趣味，咱会当学习愈来愈多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多谢。